뭐야 뭐야 이자 딘딘 내수 딘딘에 보내죠 쇼네데게 신레 튀유스야디 sommo 인기래 저리 지르부지那这是要破除一个错误的执着，认为不必从外在的善知识那里去听闻思维无我的深意，内在自己就能够升起。那所谓从善知识所，这善知识就是指具足真实功德的善知识。那不从这个善知识那里来去听闻思维无我的深意，那自己修就能够升起这个智慧。那为了破除这样的一个执着，所以佛才特别说要从他闻，要从他那里他其他善知识那里去听闻。如果不透过听闻，是无从了解。有人认为不必靠着善知识，不从善知识那里听闻，只靠自己修，白天夜里努力精进的修，自以为是就能够证得这个智慧，但其实是不会有任何效果。因此，佛陀特别开始要从他闻。这个现在两个上午是的，这当你推过节的开情是吧？最重要的，推过没被公布的是，按这个该嘛推过节的公家的劳动查人基本上是，哪怕每年去查来去咋看节呢？咋都要嘛我，哪怕没有一个的生样的，哪怕就没有一个个。这查人查推要给要嘛我电脑是这样，推过没被公布的是，按这个该给。这给年定些，按照看呀嘛，这个机器工钱点呢，我都劳动查量这个东西，也是有的。一般来说，听闻是非常的重要。所谓无闻之修，如空手攀岩。如果我们完全不去听闻，就像没有手的人要去攀爬山岩一样，当然是没有办法爬得上去，因为没有手去握持，所以无法攀岩。不从他人那里来透过耳闻的方式来听闻声法，那就如空手攀岩一般。看呀嘛，天都山呀看呀，天呀看呀，山就到天气刚刚去退的天过的，去退的上过的嘛都是，看呀嘛天呢，山呀有嘛，这天呀有嘛，山就到天气没那看呀有嘛，搿是讲看呀有嘛。如果没有听闻，就不可能去思维，就不可能想到什么道理。一定要先透过听闻，才能够思维，才能够意念。没有透过听闻，无可思维，无可意念，无可思维，无可意念，就没有办法去串行。推过搿些叫去我见你，这上的上是当然忙呀，上是当然搿些忙呢，这上的光呀忙不有。如果先求广大的经文，就能够思维更多的内容，思维的越多，能够串习的就越多。对对，这张的这是节约收入谈见年是，来来我是的可能的，当长期的送上面去的我没有的，结婚节的些东西这样我没有，就是他这个也是给的，而且长期的送别去的那这。这把米别去，这把钱别去，这把钱别那样都到俺这的，都是忙没有的。电脑呢，收入改些的东北人们是电邮这家，东北人们是电邮然后我是嘛地方那叫鱼呢，东北人鱼的没个困难意思，鱼呢东北人都要给得，但不困难这一家。现在这没大包了说不的，这那边的看这些电影，这刚刚东年都要给得的。他那送小我也讲，长期给送个是个多年我是的，多年我是嘛点别长期给送就是给现在看这些电影呢，就是刚刚多年都给特了，送小我看那也讲，一个语言包括可能也那是，
이 코너니 집에 너무 좀 받아 모비 매번 매도 지스 이 코너니 또 왜이 어디 마좀 받아 모보 머리베 매버디 도토야요 말이스 저는 근데 이 코너니 또 왜너 루이 너어디 저는 모보 머리버디 도토베스 신지집에 기내 짱지니 이시 가브르 메절라스 신지집에 기내 짱지니 신지집에 기내 코나기스 이 짱지니 이시 다브르 메절라스 가마리 이시 다브르 메절라스 아니 이 짱지 수수 신디 기대의 제모데 다토 마레자 신나베 기베디의 제모데 다토 마레자 다브르 메절라스 모베 멤버 메도고스 이 바다 신제라 머리베 디모 머리바야 도토 마레자 메도고스 알았어.那总体来讲，佛经当中佛所说的法，非常的众多，我们可以算到84000种法运，但是我们也不必这样一一去计算。那佛法有分为小乘与大乘，大乘当中又分为显与密，有非常多的佛法。那其中有一些是直接开示空性，那有些虽然没有直接开示空性，也是间接的显示空性义。好像谈到了无常的道理，谈到了这个其他的道理，都是为了让众生证得空性的方便。所以说，佛陀所说的经典当中，有些是直接开示空性。即便是没有直接开示空性，所说的其他法也都是要证得空性的方便，所以乃至会发真实慧光，不能灭除愚痴黑暗。在还没有产生证得空性的智慧光芒之前，没有办法破除愚痴的黑暗。如果有证得空性的智慧光芒，就能够破除愚痴的黑暗。那仅仅只有心一净性的奢摩他专注一心的这个奢摩他是不能让智慧清净。唯有这个奢摩他不能够破除心中的烦恼污垢。因为智慧不能清净了，所以也不能够破除愚痴黑暗。아래 대사지 나 너무 가지지네 저등에 대 시제나 그셔야 저야 만도상이 까모다 가지고 까모장아 하지도 이래요 가시 저를 돼야요는 티슈 저등에 또 제나 하동 듣고 니래 야고요 그래서 저도 또 와서야 되는구나 내 티슈스 이게 맨날 아니면 묘만 하동 시대가 니네 가지셔서 가는 맛이 그래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有几分钟的时间来做问答。如果有人有疑问，就可以趁着剩下15分钟的时间来提出问题。如果能够做一些问答，对理解经过审纳是有好处。所以有任何疑问可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如果没有疑问的话，我们下次的讲解就从这边的暂停的段落再开始讲。那今天就是请问那个，就是有问说那个，就是说应该修什么法才能够得到解脱？然后师兄刚刚讲说，龙姐才是说修正的法无我的智慧，就是在那个399页倒数第3行那边，色若于法光无我那边。可是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就是宗大师是特指说是无我的智慧。是只讲无我的智慧，还是说这边已经有提到人无我跟法无我的这些nanti sumber translate kapatoya cegi dame topo udus ane di dame jibo sungi yore yang kasa ki dame na cegi dame yewa cheni cegi dame topo udus sungi yore inas ne dame inji nega topo 내가 또 뭐라 가르치 취지 다음에 마도나 타고도 도야 요 말이 취지 다음에 또 고르셔야 돼 과자 다음에 또 고 말했어요 말이 과자 다음에 또 고르 취지 다음에 또 고르 조조 취지 다음에 돼证的无我是这两种无我都必须要证，不证法无我是不能够获得解脱的。
但我们不是说必须要证得法无我就不必证得人无我，而是这两者，既要证得法无我，也要证得人无我。那其中最主要就是法无我。就是南北主动毛的嘞，天命北主动毛，天津北主动毛是，天命北主动毛的陆地高的其他毛的人，天津北主动毛新增毛的欧莫毛的人，天命北主动毛的区级单位看连给我们，我这个单位毛的。第一场呢，区级单位都过来送样的就先提的嘛，都我这个单位都没过是要嘛，区级单位每级各国样的，都到我们的区级单位看完了把验证，区级单位看。那么多新建了，都是差不多都往这送样进去，都是用这样的事。一般来讲，内道的宗义也是分为小乘的宗义跟大乘的宗义。那小乘的宗义师，包括了有部师及经部师；大乘的宗义师是唯识师跟中观师。那小乘的宗义师他是不许法无我，他只主张人无我，不许法无我。那在这里说，中国大师讲到。必须要证法无我，那并不是说只要证法无我，不须证人无我，而是要特别提出法无我，因为小乘它不许法无我，因此特别指出证得法无我的重要性。如果未能证得法无我，就无法证得解脱。差出来是。请问什么是人无我，什么是法无我，有什么差别？好，上来给咱们等待开始，对咱们等待开始，定义切换开始有点少。哎呀，但是买个你想的用个人的，俺那条件咱是连直接不去的话，连微信的想那谁不用个人？光这个咱们谁啊的，我让自己就来，俺生意去要了我是，俺交通不一，俺花啥不花嘛是得的，对不对？俺这啥不意思，俺交通不一，谁啊跟俺生意去要了我是。俺第一天的咱们都不得来，光这个咱们都是要的是，俺的买一把的，其实的有，就四十个的日记碰不，喇叭、王八、我，这样的就是老是问题，这个为了咱们都不得来，其实咱们都是要的是，做的碰不的人是，碰不日记碰不定的，咱们的其实咱们是要的，碰不的定的大别俺谁啊？俺第一天给咱们的了，光这个咱们是有的是。以下会再解释的更清楚了，因为今天提出的问题，所以也就做回答。那以后还会做清楚的讲解。那所谓的人无我，就是我们心中当中一直想着这我，是我在喝茶，我在吃饭。那在这个我上的无我，我上的空性就是人无我。那不是这我之外的其他的法，像是手、脚、头、桌子、椅子，在这上头证得无我，就是证得法无我。那最主要这个法无我所指的这个所缘是我们的这个色蕴，在这个色蕴上的证得无我，就是证得法无我。那在这个色蕴上所假施设的这个我们能够证得这个无我，就是人无我。光啥是的，俺也是要的，俺，实际看的经验呢，俺也是要的，是觉得俺是没劲。实际听着人呢，个的，没给的教育嘛的，可能这个没去结果人上给俺去真要的，可能这个，可能这个俺真要去要的，我就拿些让他打，俺给他你的俺是建议嘛的，可能出来真要去要的，俺就给。俺这些东西不能出来这样用，但是实际看的经验呢，是觉得俺这是要的，但是俺的看的就要的是那个，但是俺是没打算的，碰不俺的人，碰不俺的做日记碰不的这，日记碰不是的没同样有别的，我到哪跑了说的这个日记碰不是的，马路西边人这个碰不需要的。草掉弄皮，弄皮给西瓜叫的，这个草也碰不是，那些就碰不是的，
你人你马的，你眼个加拉的，你眼加拉马的上上去，把腰节都给你是不叫的，你那那些就碰不是，啊，那些就碰不是的话了的，还是过来接，叔叔给接，你，还是过来接，三把的眼你接，你打上来的，天天给上路接了，眼那里看到水上不了，眼个那里就两个接上不了。我天天给接，来了我过看看，心中几个是不几个的，对了，从那些去，通过是个，啊你，你是刚刚过来把这安全经验那么几个，那么细胞是个几个，对了，那些就通过是个，这一的，草啊那些那些几不的细胞的，那就没同样要。我让这个理解嘛来个，碰碰一些，这个自己碰碰的叫的碰碰哪里，碰碰哪地了，但店呢，你刚才是那的，那是那的地方，别的店呢没打过，对呢，看是不是？我让这看看嘞，没这里有啊，是吧？这我上次给他们打，这往是给他们打，没这里有个是吧？没打啥的，看这店打了些呢，碰碰我不店里店里没得打。那眼就是碰碰我不得了点呢，是不接是没打的，这张光啥的，光啥谁的光啥的，我的没打啥的眼碰碰我的点呢没打，这张你眼碰碰我不得打一是个的没打是一，我也没打是个一张我打是个打一是个的，我的点了打别打去的，打去是个的，打一打去是。这在大学普遍点的大面的区级大面是，大学刚才给点的大面的了，刚才给大面是总定会去过的。那所谓古德杰罗无我，也就是人无我啊，就是古德杰罗所指的就是我们所想的这个我，像每位有情心中都有一个他所想的我啊，即使是畜生道的这个有情众生，也是如此。他也会想说，我正在做这个事，我在做那个事。虽然他不会说人话，没有我这个名称，但他心里头也是想，我在做这个，我在做那。所以每一位有情众生他们内在都有这个想法，都有他所认为的我。而这个我这名言施设的基础呢，是在于五蕴，那最主要就是色蕴。色蕴是自己身体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头目手足，还有内在还有心识，心识主要有四蕴，受想行识四蕴，受是承受痛苦快乐的这个心识，而想呢就是认为这是这非这是我的，这不是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分别，那就是想蕴。那行蕴呢，这是驱动自己去做事的一些心所，像要做饭，要做什么样的工作，要驱动自己做事的这心所叫做行蕴。而在这些心事之上，有一个作为掌控的就是识蕴所以受蕴、想蕴、行蕴、识蕴，这些都是心事，是不可见的，是藏在我们的身体当中。那再加上色蕴的话，就有五蕴。那我们是以五蕴为基础，而安立我这个名言说有我。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名字，比如说左妈也好，或是罗桑也好。那这个名字施设这个名言的基础，就是在这五蕴之上施设的名言。比如说在仁波切，它相续的五蕴为名言安立的基础，而称之为仁波切。所以这个我就叫做不得结罗，而这个我名言施设之处，我们是依着这个五蕴而施设这个名言，施设我的名言。这五蕴为这个名言安立之处，那这个就是这个法。那所以我们可以分为名言命名的基础以及命名之法。那在名言命名的基础上的无我就是法无我，而
所命名之法，我上的无我就是人无我，就不得解脱无我。要对人无我、法无我做区分的话，可以解对做这样的区分。我这等到这问题，我一上来用个这上来嘛用把狗点呢，然后上来看对的面嘛都我用不着，但是这这问题也不对。你原来原的上帮不对，你来考马上呢，大一大二前的把大路上直接来考马上呢，我把你不推下去，大概来看不就是。那以下虽然会讲，可是如果我们等到那个阶段再说啊，可能到时候呢又不能够马上获得一个确定的理解。所以现在提出的问题很好，那我们要常常的思维，因为如果不能够理解到这个道理，不能够理解到什么叫做所命名之法啊，以及命名的基础啊，要了解空性是很困难。我这现在那个厂里呢，我让这个带，多个山就是这条天的厂里嘛是的，就么写的，这条天的这个都能很多进步要这是。那下一次大家也可以再提出自己的问题啊，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问答，是会有很大的效果。你这天的结果咋嘛的？你那判断的叔叔拿来的，但是看你写出的这要不就真是当的呀？这不行，你这帮就不行，你该进不认识。不只是问答，今天讲解是什么，回去之后还要再回想起来，不要忘记，这很重要。那老早做人呢，这就有嘛这事，拿来的说那让讲解释呢，讲给的，可是是就么就这过来上西南要的，就这的这那个嘛的，就这过来上西南要的，所以说人家做的地西南要嘛的，就人家买个一张又下去，拿来的说呢，上马上就又下去，上去修的，这他地讲啥的，俺不解决，俺每次过来的上去修给得去看的，俺啊。每次过来了别去上去学习点嘛都班级杨学杨班级我都是那个，对，这老早这个让人结果拿人给上去学的做叔叔拿来，当时就上了当的讲英了，就连人都要嘛的，俺的叔叔用我这么说呀的很多要的，什么大把路按照年纪嘛就那样，那么在年纪嘛就那样，我的年下个地界也去。全部建的，哪里建的，很多用具。就像学校的学生，他不会让自己忘记，回到家里面还要再做自习，因为会想到说下次会考试，很害怕考试，所以再怎么样也不敢忘记。但是来听法的人，就是因为没有考试，没有人提问，所以大家回去之后就把它丢在一边，听到的法都忘了。那是自己造成的亏损，那变成这一生里面都要一直听讲，听到了法回去又忘，又要再求法一次，又忘。那如果能够像学生一样，回去之后能够自己复习，虽然没有人考试，但是回家之后再把所听到的内容做一个回想，这个对以后的记忆是很有帮助的，即使没有机会。再从上师这里闻法，但是可以就已经听闻的佛法做复习，再回想，来修持，这是有很大的帮助。我真的是，俺要大人的学不的，干啥呢？干要是重要的，俺要重要的干啥修行呢？我让出两大呀，这个不也是干啥修行的？真是，这个是重要的，我实在是的，实在我记的。你教咱们一般样，这今天把这一教过来了，说我干啥修过来了，说这个我实在记的，什么样干啥的这样就你接触要用个人事。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都有录音，也会制作 CD。那么所以说，大家以后如果需要这 CD 的话，可以再请 CD 回去，不只是现场的听讲。那有需要回去再做再次来听的话，可以透过这个 CD 来听。哎呀，那对起啊！这些包的就别打的，我去上。
给你实际嘛，对吧？我不怕，我不제라
啊。